马嘉祺轻松拿捏兄弟们的心理。众所周知，当我们小马被叫队长时，通常都是要请客吃饭的。怎么了？你们没吃晚饭吧？对，没吃呢。对，吃啥？吃啥呀？而现在的马哥已经能在游戏中用吃饭拿捏弟弟们的心理了。当要被投票零分时，对，他是那个是有道理的，然后那个非常有道理。小马，这可能就是超能力吧？马嘉祺世界纷纷扰扰，儿歌淡定养老。猜歌名游戏时，其他人都激动的一跃而起抢答，而我们的小马淡定的和身边的丁哥聊天。这里你以为他要起来抢答了？不，他只是想站起来活动活动腿脚。当比赛进入白热化，弟弟们因为抢答都开始起了争执，甚至倒地不起时。不给我分，我赖着。而我们的马哥还没听见。好不容易有了跳几下舞就能得分的机会时，积极参与的兄弟们是这样的。而我们的马哥好像已经看到了他老了以后傲娇的小老头模样了。